新竹啊，上有名的名产，除了米粉以外，大家应该拢知影嘛，吼，都是这个工程师啊，吼。咱新竹足侪工程师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咱新竹有这个新竹科学园区，足有名的。啊，你若是要做这个工程师啊，无一定你一定爱来咱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嘛，你嘛会当去其他的这个科学园区嘛，对不？亲像这个小叮当科学园区嘛是袂歹嘛。啊，咱这个新竹啊，有足侪这个工程师啊，哦，因本来驶车拢是日本车啊，自从因趁钱了后，哦，因拢换车。即马拢换啥车？电动车，对无？大家应该拢知影嘛，就是即个GoGoRo哦。哦，偌方便呢，比徛即个公园去上班啊，搁较方便啦。哦。徛公园是不？啊，咱这有一个学生，还未毕业进前啊，伊就买厝啊。不过大家千万唔当误会，伊毋是靠伊的老爸老母，伊完全啊是靠伊家己的即个吼阿公阿嬷，才会当即个买厝哦买厝，足够的足够的。啊，最近啊，我即个学生伊通去做即个工程师啊，是要去对咧，去即个台积电。啊，毋过啊，是要去美国的台积电，伊就足烦恼的。我就甲伊讲，你当然要去啊，你若是去了后，你就足做即个美国时间啊嘛，吼。哦，我就今日讲到这吼，多谢大家，我是阿泰老师。